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浓浓丝，淡淡丝，浓浓落叶，浓浓色，浓浓爱恨，浓浓乐，浓浓不察是浓浓，浓浓无理，浓浓乐。淡淡秋林，淡淡红。淡淡浮云，淡淡空，淡淡行来心淡淡，淡淡菩提，淡淡通。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48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浓浓丝，淡淡诗。这首诗有非常特别的标题，刷入去，咱邀请林凤珠老师为咱做一个详细讲解。那我是安怎开始写浓浓丝、淡淡丝呢？是因为有一冬的秋天，我会早困醒起来，行出大门，都看到阮头前的园啊，有一丛蓝天竹的盆栽，伊小可黄红，黄红起来吼，就有秋天的气味。我就咧想讲，这盆栽顶面的这个蓝天竹吼，已经黄红，山顶遐个树啊，应该有诶嘛拢黄红啊吧，安尼。较去想到这个生命的转变，生命的转变就是讲，我较早吼少年，毋是像我即阵安尼，头毛放互规个拢白，然后穿棉衣。我较早毋是安尼，我较早和一般的爱水的查某囡仔、查某人拢共款，他们会垫发拉头的，身穿衫裤，拢会穿迄种欧美的名牌，无日本的毋穿。我较早是安尼，嘛会抹胭脂。但是呢，即种所谓色相外表的这，伫我学佛了后，学佛之后，学佛了后，渐渐拢甲放弃啊。当然，这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迄阵吼白头毛，我足早就白啊，30几岁就开始白头毛啊。迄阵的要伊的情形下，就是去甲染头毛。那染头毛愈染吼，腰子就愈歹，目睭就愈歹。我若上课上到一半，目睭就拢涩酸，所以我尾仔放弃无染头毛安尼。无染头毛换过来穿即个棉衣即个衫吼，说颠倒含我的形象有合，过来我就全部拢改过来穿安尼的衫。当然甲我学佛心境的转变有关，变做讲已经开始无重外表重内涵、重内心的修养安尼。所以不知不觉顺嘴，我就念起来讲：淡淡秋林，淡淡风，淡淡浮云，淡淡空。讲咱的烦恼，也是咱的迄个不愉快的往事，不愉快、无爽快的一寡往事，嘛拢像迄浮云安尼，云会散去嘛。淡淡行来，心淡淡，咱一路行来淡淡的就好。生命淡淡就好啊，毋免非偌请赢偌迄个不可，毋免就安尼淡淡就好。就因为我行伫学佛的路上，学佛这条路叫做菩提道，即淡淡菩提淡淡通。佛道咧讲的一寡迄个佛理，我渐渐通。浓浓落叶，浓浓扫，浓浓爱恨，浓浓闹，浓浓不察是浓浓，浓浓无理，浓浓老。
淡淡像那淡淡风，淡淡浮云淡淡空，淡淡行来心淡淡，淡淡菩提淡淡通。这两首浓浓诗、淡淡诗，这有两种的念法，一种读音，浓浓落叶，浓浓色，浓浓爱恨，浓浓乐，浓浓不察是浓浓，浓浓无理，浓浓乐吼，乐乐拢会使。你若讲的音念起来，浓浓热血，浓浓扫，浓浓爱恨，浓浓恼，浓浓不察是浓浓。浓浓无理，浓浓老，这是讲的音的读法。浓浓热血，浓浓扫，浓浓爱恨，浓浓恼。这首诗内底所讲的热血，实际上是来自一个佛经的故事。继续，咱请林老师为咱来说明关系这个热血的故事。我用热血来形容生命的烦恼，这是因为佛经内底有一个故事，讲佛陀有一个真含慢的，无啥记载，就因为记啥物话拢记袂起来，安尼戆戆笨笨的地主叫做周利盘陀伽。周利盘陀伽含伊的兄哥两个拢学佛，那伊的兄哥记载介好，咧学啊学甲足有迄落的，但是伊安怎教即个小弟，即个小弟是拢教袂起来。人讲教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伊迄南无会当袂记哩，干那念阿弥陀佛。你若教伊讲，无你念南无后壁阿弥陀佛袂记哩，反正你教伊一句话，伊记袂起来。安尼，因兄哥甲讲，你莫学啊啦，你回去你反宿，总伫遐哭。那佛陀知影即项代志，总啊叫来，你免哭，嘿，袂要紧，你慢慢啊学。你就安尼，你去做一项工作就好。你去外口迄涂骹遐的落血，你甲扫扫，你逐日拢去扫落血就好。周利盘陀伽伊总走去扫遐落血，是听讲佛陀有甲教一句，教一句讲，你着哪扫哪念，扫地扫地扫心地，扫地扫地扫心地安尼。周利盘陀伽逐日拢去扫遐落血，毋过伊发现讲落血，你安怎扫伊就是一直落落来，安怎扫就一直落落来。扫到有一天，伊忽然间总发现讲，这张树若要挖咧。这落叶就一直落来，你若要互这落叶慢个再落啊，就是伊无发新的叶啊出来，这落叶就袂个落。若要互这樟树啊无发新的叶啊变做有一天变做迄个枯叶打起的叶啊落来，那就是这樟树啊树根爱长伊总对遐去领悟讲生命就亲像一樟树啊安尼。之所以会安尼轮回伫这生死当中，就是因为有这个无明，这个无明就亲像迄树仔的根，咱甲这个树仔的根切落长，那这个生命，这张树仔就袂活，就无落叶啊。所以忽然间总念一个讲，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最主要的爱去扫咱家己心内的一寡杂染，是因为安尼。伊迄个当下扫落迄个当下，伊竟然安那领悟了，他那个当下，伊迄当下已经得阿罗汉果，是因为安尼。所以我这内底是运用着佛教安尼的一个故事。浓浓热血，浓浓扫，浓浓爱恨，浓浓恼。浓浓不察是浓浓，浓浓无理，浓浓老。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凤珠老师写诗以及主题讲解，府城小花女的三姊妹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